学。月，洗衣服是吗？啊，给我，过来。不用，我就放在洗衣机里就行了。我去，你跟这两个吃货聊聊天，看看电视，吃点水果啊。看看人家呀，烦死了！同样是男朋友啊，水都不让一人沾。你再看看你，我怎么坐着也招着你了，躺着也能中枪啊？哎，不过这邵宇现在变化挺大的啊，360度大转变，怎么着？这是要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呀？哎，真的是熬出头了。邵宇这让我看了，我都有点不习惯。你都不知道我在他家的时候啊，那甩手掌柜，酱油瓶倒了不会扶一下。现在，爱情太不可思议了。不过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了啊，在超市的时候也是一点累活啊、重活都不让我干，以前原来那些脾气性格都没有了。来，喝点牛奶。啊，还有这洗衣粉快用没了，在哪儿？那个啊，柜子里啊。我帮你去拿吧。我去。喝牛奶。我也喝牛奶。我的呢？看呐！看见了，这么使劲。等一下，会不会有问题啊？他现在这么好，是不是做什么错事儿了？先卖一下乖什么的。我发现你吧，就是一贱皮子啊！人家不搭理你的时候吧，你说人没良心；人家要搭理你了，对你好了，你就怀疑这个怀疑那个，那你还让我们怎么做呀？是吧？我觉得邵宇现在不会了，我相信他。哎，您吃一口。所以以后无论你在哪儿，那儿就是我谭少宇的家。我所说的话非常危险，几乎不可能成功。我要你呢对我好，也要对依然呢更好。我要让你天天让我们开心，这样呢我就会天天想你的。即使有治愈的可能性，也会有后遗症，就是脑部神经受损，比如说局部瘫痪，或者是失明之类的。累了吧？卡布奇诺，你的最爱，我自己学着做的，你尝尝。好喝吗？好香啊！哦，对了，你前2天说去医院看病，怎么样？出结果了吗？没什么事儿，他说我多注意休息，规律点就好了。你这身子啊，就是金贵，这刚多少活儿就受不了了。明天我休班去看看医院。算了吧，好不容易歇一天，还是在家好好养养吧。想他了。我来了也。没事，你歇会儿吧，你刚码完那边的货。没事儿，我多干点儿，你就少干点儿吧。怎么了？这2天没日没夜的帮我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来。来呀，我来吧，给我吧，没事，你去歇着啊。还有，以后撕这些货品上价签的时候，记得沾点水，别用指甲硬抠，又伤指甲又伤皮肤的。别光说我傻，自己学着照顾着自己。我知道。去吧，歇着去。我真的不累。那你累了就歇会儿啊。好。
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吃个饭。日料啊，可以。我40分钟吧，我在玩具城给依恋挑个玩具。一会儿见。你好，这是我们新推出的 Hello Kitty， 可以录音。您看，按一下左边这个是可以录音的，再按一下右边这个是可以听到您的声音。您试试。依恋，帮我买个信吧。好的。依恋，我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干嘛这么盯着我啊？怎么了？你看出什么了？我想把你的样子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。想你的时候，就翻出来好好的看。你想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在你身边啊，还用刻在脑子里啊？哟，要刻的。记住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我知道，让我抱抱你吧。来。真希望一辈子都能这样抱着你。我也是。抱得紧紧的。